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谷刘浩明。平常嘅联络上係一個人口密度，尤其係黑人嘅人口密度地位最高嘅一個象徵吼。伊等地位七個村地位全部都由黑人喺個地位係。但是而家喺呢條聯絡嘅人已經唔係當初嘅100年以來都曬定聯絡嘅人啦。也幾年以來由對日治時代，由對北部曬下來北下。還有埋等其他嘅好多人啊，嘛喺聯絡上，還有最近也10多年了，咱開始移民來新移民來攏啊等咧聯絡上地方。但是唔講一等人係帶來嘅，嗰種一等人對聯絡上而家傳統文化，網絡講啊，客家文化有興趣嘅，而等都係愛等之家人。我哋今日有倡導嘅內面係對愛等咧聯絡嘅傳統文化，該有研究嘅台灣人攏來現場。有同人講，到底人哋多年促權你嘅社會地位，我哋客家文化係讓我去傳承，讓我去傳人咧，我哋馬上發揚到我哋台灣人來現場。台灣好，主持人好，客家人好，我係台灣來自聯絡。我想問一下台灣，因為頭先我同在紹介時都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講，係對啲客家文化該有興趣嘅一個研究嘅人啊，按這個喺本地都係聯絡人啊。係，我本地就係聯絡莊頭人，我唔係嘅莊頭出世，不過我老魯卡嘅莊頭，所以我哋嘅聯絡嘅莊頭必須就係辦事時間都會嘅莊頭了。可是對你來講，從咱哋研究嘅細模來講，應該從我們講細模和其他生意度聽講，我哋可能辦事睇莊頭出世嚇，但是睇個台冇都講從下睇台嘅，但是我哋後來讀書又會到其他地方去吧？我估我係因為驚出去，所以有時間就會講我唔會出去個演，所以大部分就會嘅南部隔個島都會不會能有在到台北行，就會上課做埋所以一直以來大部分時間都嘅聯絡，所以看東西就會看得比配人蠻個多嗰時變成講，其實你自家睇聯絡嘅時間比一般嘅嗰種像我哋一般嘅學生嘅南網都生意咧，可能喺外面外地讀書，然後外地工作，可能都工人時間我估啦。咁等於如果其實你有乜生活地位對聯絡來講，你從來冇睇下佢哋範圍地位出現冇所謂。係，因為盧卡就嘅聯絡，所以要會聽阿公阿婆。所以可能事情會較個多，就會去想。咁你而家工作係乜個工作咯？而家嘅幼兒園生態農場工作，做環境教育。因為我哋人數較少，所以我哋大部分除了上課，嘛要整理園區比較更多事情你講生態農場，生態農場意思係講，而係一個專門做生態教育嘅農場啊？係，所以規個園區都係自然的環境，所以它的環境會比一般的環境會比較不一樣，就是蚊蟲多，然後生物樣態比較多。對，嗰種像幼兒園嘅生態農場，一般但而係停哪啊？而係邊隻停哪？嘅聯絡鄉新田村，靠近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嗰種其實嘛係一個我哋講客人居多嘅地方咧，嗬。係。咁像你生態農場而家呢隻睇呢啲客人嘅村莊地方，而這個本身有推出乜個同客家文化有關係嘅活動，我都講我哋嘅課程內容。我哋而家課程盡量都會同我哋客家，因為我哋嘅客家地區，所以會同客家地區嘅文化室一度向下做一啲討論，再做一啲課程。像我哋一年四季有4個主題，其中一個主題就係以冬至嘅研辦嘅為主，所以呢做一啲七彩湯圓活動，也設就係我哋去用自然嘅東西去做出來嘅設，去釀乜設去釀出來，就會7種設嗰時當唔定咧發通嘛會結合到當地客家村莊嘅一個特色，比如講一年四季嘛有唔定咧樣板咧都有7色嘅樣板咧，春天都有乜發通啊？我哋春天就係也七彩湯圓活動，到4月到6月就係賞螢火蟲，
过来就是安尼量一下，就是因为个热热。门那个度，所以我们要做防蚊液，还有告水。到冬天的时间，我们就有窑烤披萨，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做起。嗰就等于讲，也要生态农场尽量利用我哋生态上面呢，一啲发通去想我哋呢生意嚟送嚟可以，比如讲透过风险虫，嗰种我哋呢生态环境冇个强啊，是其实系冇风险虫啊啲东西。水、土地。还有那个草，还有无农药，咱可以有风险虫呀部分。但是我上观众朋友已经看到更加咁我就講啊，伊開始咪講，亦係對我哋咧聯絡嘅客家文化嗰種研究嘅台灣，而家都充滿嚟講生態農場。變成講唔即係我會想到講，對人文嘅研究就到對生態研究，還是講唔即係本來對對生態佢有興趣，後來咱開始去接觸到人文嘅咯。也問題過多人問來，一次以來我就喺啲上課，佢行嘅都就喺我哋更加客莊文化資源普查做協會工作，佢哋在行嘅生態嘅部分，所以也課場比賽就係每一擺都冇共樣，不過比賽又有時有共下扣合在一起的地方，這樣子。譬如講那地方係合共下咯。像我以前係做太空谷環境保育協會，唔過我哋係做客家文化資源普查，所以我嗰一部分就有看嗰度文化東西，嘛去米解調查，所以看到嘅東西同我所想象中嘅東西係冇共樣嘅。一次以來行過來以後，我哋講我哋食物、我哋用嘅東西都可以同我哋環境做結合，所以。做結合嘅時間，我哋就會產生嗰度課程，更加新嘅咧嗰度冇看過嗰度東西，像竹尾伊可能唔係講竹尾上誒，唔係講洛神花，它是長在樹上的，所以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東西，所以在結合之後，就會感覺也課程對新人誒對台人都有個好嘅學習方式。因為我哋而家講嘅食農教育吧。嗰時變成講，唔知開始伊對我哋咧客莊普查開始，慢慢嚟接觸到我哋咧聯絡嘅客家文化，然後後來雖然講冇咁多創意我哋咧生態嘅部分，但是還是持續對我哋咧客家文化係有一啲連接，嚇無論一啲關係咩。咁後來即個農會開始會發現到講，我哋聯絡有個貼合啲以即個為啲傳統文化咯，因為咧觀察能力係對那邊開始好多。我哋做文化資源普查時間，我哋可以看嗰度東西，可能喺啲村以後，我看到人哋一家村又冇共樣嘅地方，一啲地方冇共樣，所以我哋又變得有一個比較之後就會覺得想要學習。那個人係去拖研究所要搞報告，一定要先一個最熟悉嘅地方去做，所以我有一擺。就會寫長虹古廟，所以我去看人哋創業。以前人哋嘅印象中嘅創業就係我爸爸會去做服務個暗櫃，個做出門。做服務做嘛唔對，就會拿東西過來。個人我自己去看了以後，我就知講服務就係有分太平服務、反腐嘅服務。要做乜嘅事情，嗰度工作要做。唔過更加後生嘅冇人去參加嘅。我相信更加新人哋唔做服務一件事情，可能有幾多個層面啦。一方面講，唔係講人哋組織對當地嘅唔講係政治啦，無論人脈有乜個意思，嗰時而家唔係對於嚟講做服務一件事情，佢想都爸爸媽媽係願意嘅。但是我想問你講人強嘅嗰簡單嘅事情嚟講，這樣來講，其實更加人哋應該會，譬如講佢注重我哋流行嘅文化啦、打扮啦嗰度。做乜係啲什麼會對人哋安全同文化會有安尼興趣呢？我去廟方看了以後，我感覺本來心情當個感覺改輕，本來感覺我愛為伊做一些乜嘅事情，而留下一些乜嘅，所以我會去推嚟翕相，伊哋有乜嘅發通嘅時間，我就會去翕相，推嚟做記錄。嘛，我寫下來伊個擺嘅東西，做乜嘅事情，所以一次以來看到有啲老人家啲後生，
因会去听书无后生的时节，我感觉因会嘛过心情过唔好，感觉无人传承，所以我去翕相，翕下来，我就会想讲，我要推因的翕相，我推因的记录下来，所以我感觉我翕到嘅，我感觉我心个平静。嗰陣係因為講帶對一種使命感去做一件事情，還是講因為講其實有個事情嘅保留，對後輩人來講，無論對學術研究來講，係一個重要嘅環節咯。我感覺也係對後輩嘅人研究嘅時節，係一個好嘅保留嘅東西。對某方嘛係因為因哋會來問我講，我哋當個擺嘅東西錯還唔錯，社會嘛東西。所以我感覺方面感覺改好。有一擺我哋就係環保，一條老人家搶白公搶下嚟，我就講他今年鄉下翕嘅相片，因為講改好哦，我哋叫冇他今年鄉下翕相片嘅。佢下翕嘅時間講佢阿爸以前40人歲嘅時節按10萬都更加我80歲。因的人生就慢慢的行到也地方，一步一步同人講嗰種事情嘅。嗰種唔單止講係伊個經驗感，無論講還是對伊個文化伊個愛好，但是至少台灣對連絡嘅客家文化又開始做一個保存嘅一個創作。尤其下我哋台灣在下我同人講我哋嘅連絡有乜嘅歸貼喺啲我哋嘅地方文化，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嘅來賓台灣同人講，伊係開始讓我做乜嘅會去研究到我哋嘅連絡嘅客家文化。剛才喺咩場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紹介下講，睇嘅連絡來講嘅話，一年有乜嘅最重要嘅指點？第一年代開始，環保就係他緊要搶白工，過來創業，過來就係天意。就會按不頭會搶你，也個叫冇做嘅啦，因為你那會做，過來就係年初二嘅時節，我哋嘅有啲老姑婆做乜㗎？乜講到老姑婆做乜㗎？就係更加講王爺奶奶回娘家，因為我哋嘅老人家，我哋所調查老人家都講係老姑婆，係伊老姑婆，因為人講個係老姑婆，姑婆也就是就係講唔請家人。那我講姑婆，唔過我哋係姑婆嘛，係很姑婆啊，所以我感覺也就係看他個人用上啦。因為就係講以前我哋老姑婆就係個老批准當個西上夫，西上夫是就係看到舊來嘅山上國王嘅大王爺，伊啲嘅歌，伊感覺可能伊講也寫來個引導。我係可以加以嘅話，也係個好嘅事情咧。過來伊就寫西上夫寫，就嘅漂下來嘅一啲盒嘅當個比較有啲精華。伊就想講也唔咩嘅東西我拿種嘛要擺走。唔過嘅盒嘅要咁樣過來也夾順口嘅。過來伊就拿過去嘅，伊就西上夫分開咧。他今日就感覺咱本係很醫生，結果醫生可能冇樣嘅呀，就好。過來到面就係門市嘅時節講，也本王爺講討伊嘅，過來冇一叫伊嘅向嘅三山國王廟人就來到領導，就講我哋王爺討伊也什麼嘢，就推廣樣做樣，要接伊過去嘅，就過來伊就講叫伊去嘅。我是等於講，伊迄個時間，我哋聯絡狀嘅，我哋老姑婆，我哋姑婆啦吼。因為雖然講，更加講老姑婆嗰種哋講，伊等於個叫無介意，但是
伊的客家对古婆啊名的词，如意思，你讲我哋对我哋咧各种一批，各种一批，我哋全部都很古婆。可是我哋老古婆，你讲伊迄个各种种批，也係一啲算是人家本身的一个故事，就家本林樂鄉的老古婆家本係等舊義。舊義嗰篇咧太王爺，太王爺的人神戀啊，对，是，我哋而家講人神戀的一個故事，但是唐後咧其實係一個，我哋講關於羅曼蒂克的故事啊，嗰種以每年係年初二，古來專門講係咪？以前的話，伊冇每年都歸來，係也幾年，就係縣政府有錢。不是县政府支持一下，也变成可以明年归专门搞上来。就过来就会养老业，挂电、挂新电诶。咁對人來講，對連絡鄉人來講嘛，喺我哋往我哋啲老古婆嘅即家嘅，我哋算是愛家人啦，嗬，算是愛家人。人來講，一件事情對連絡人來講，係對佢重要幾點，還是講佢有意義嘅地方嚟呢？佢重要一個幾點，唔過就係他家人會想講，正月15嘅，年初二啊，看老姑婆過來，請伊對人哋生日咧，照顧人哋生日咧，就會去創業嘅，對一般嘅新生嘅爸爸媽媽，新厝嘅爸爸媽媽，伊感覺也係咧，咩係伊個寄託，佢重要一個祝福啦。而家老姑婆冇誒嘅廟田嚟啊？人家廟因嘅外家也向唱歌咩好順後，因嘅師傅，因嘅咩有一家做一個拜老姑婆嘅廟。因為算是一個特別的一個指點，因為唔係講每一個村莊有安嘅故事啦。因為講安嘅東西講，比如講可能每個村莊有媽祖廟啦，每個大部分村莊會有啲山國王廟，但是唔係每個村莊都會有安嘅故事，嗬，變成一啲安嘅指點。佢除咗我哋咧老姑婆種愛家以外，對連絡來講，而家就差唔多行到正月嘅嘛，其他都可以乜個從個指點嘛。正月15嘅話，我哋除咗送老姑婆過去，我哋七家嘛有得拜神殿，拜神殿嘅時間，他家人做神殿版，還有戲服，所以他家人就會出來聽書。個年就係北宮山，他家人都知嘛。過來就係瓜子嘅時間。1北宮上以後，我哋就開始掛紙誒。他家人時間冇共樣，以前都規天的時間，更加就他家人有時間就創業，都搶名。過來5月節高中誒，過來就係7月咧。7月嘅話，我哋嘅鐘頭，我媽媽帶過來，就係我哋更加喺個地方，伊就係7月1開始嘅時間。伊就會給老婆創業，用原子創業，他家人都冇，就那樣嘅。過來到7月7嘅時間，就係七夕，拜親娘，拜親娘更加個少年拜，去調查去領導嘅時間，然後我看到幾家人咧，就會有買一酒、飯乾、八香。還有化妝品一條東西誒。我相信對幾多觀眾朋友嗰種一批人，可能晚些時節，尤其唔係假啦，吼，可能話會都卡話會拜七仙姑啦，我哋基本講拜七仙姑，我哋基本可能講拜親娘。好，基本我哋要準備一些法水啦，我哋咧胭脂水粉啊，人家講胭脂水粉去沖牙，然後要拜麻油酒，好麻油酒。但是更加因為幾多嘅人如冇睇注重一件事情咧。我說，而家真的是喺都市地邊幾少看到，但是我睇我哋鄉下有時間還是會看到人嘅情形。就係一啲可以食東西嘅好意嘅，過來就係啊，過來7月半領導廟都會吐鼓，唔過有嘅廟吐鼓嘅方式冇共樣，像我哋觀音塔下，佢就會用佢哋自家方式啊。唔過因哋喺吐鼓嘅話，因哋我個早以前就開始準備6月，就開始準備，誒剪枝啊，做埋嘅。唔過更加，他家人都嘅見感受，係，所以有嘅事情就冇做嘅，所以變成個強手。過來到7月結束，你都卡嘛，共樣我嘅老婆創業，感謝因哋就係冇反動嘅，你冇乜嘅平安順遂嘅，過來到。就係到8月半搞個簡單，就係創業嘅，過來就
拜拜掉，嗯，拜拜掉话，苍龙公庙方就会有嗰度庙都會拜拜掉，啊就會他個人就會也記9日必拜就會念記，有米也掉，啊到9日9嘅時節，他個人嘅創業念記然後咧就囤一條東西拿過去就會食平安。觀眾朋友聽到更加唔係咪有上戲咯？我哋萬歲時節，也條無同樣嘅月份地拜，無同樣嘅指點，其實聽我哋神明地拜。人家神法地步，咱的鬼創業的東西開始，我哋祈福，祈福同萬福，迄算是南部伊個鬼特別的伊個風俗，也風俗同我哋的北方有關係。祈福同萬福嘅時陣，我哋要把我哋總統地步北方全部搶落我哋太廟地步，我哋要去創業，吼，感謝伊哋，也以原來對我哋的總統的保護。祈福同萬福對我哋南部嘅人來講，係伊個鬼創業嘅伊個人咧，嚇祈福係咧喺度上頭講，對聯絡來講，有伊個鬼特別的，都係我哋咧老古婆。做我家一件事情，然後我們如我哋開始掛紙呀，啲行業掛紙個做，佢最尾我哋五月節，好，然後頭又講到一啲我哋情人的時節，因為其實對我哋群眾來講嘅話，我哋情人一件事情，農曆情人一件事情，我哋冇想好多人其實個切操啊，如果個準備個好啦，好，我哋從我哋路卡法，我哋真是蠻冇，真是情人夜，好，情人夜創呀，情人米創呀。我哋都真係都差唔多啲前一班後輩一些些，我哋咧太廟如講，那叫愛土古，我哋能去拜嘅拜。好，即係比方嚟講，我哋個講我哋個簡單啦，好，好簡單，好，但係我哋都所要拜拜掉。其實拜拜掉一件事情，可能幾多年都唔知做乜拜拜掉。拜掉神，就係神嘢，南拜掉就向下創。嗰時以前人講拜掉，都講拜掉，係咪？啊，因為廟方會準備米、薑誒，薑誒，還有茶、剪刀、茶、蛋，啊，還有一支箭，就會變啊，路卡名誒，伊都會變上去。啊，像蒼龍宮廟方，伊個好高嘅是，就係19年1嘅時節就會開始念經創業。念經咧，嘅下呀，伊那個天父有一站嘛，就會應搖，每拜都係老人家講，來看啊，來看，因為搖到9月9哦，啲9月1開始會搖到9月9結束。唔係天仙座，唔係咧，因為設計會搖誒。哦，所以我哋每拜嘅看嘅播誒。聽人哋拜拜到啲播，伊個鬼神奇嘅故事咧。咁從聯絡來講嘅話，除咗一開始講嘅我哋咧老古婆狀元界以外，除咗因為我哋睇聯絡話要，冇我哋喐到一啲天氣話要嗰啲特別嘅一種風俗。其實嘅係聯絡嘛有啲老天爺，伊啲狀況也都係相似。啊，伊呢就係拜個五谷公，啊，伊呢按到老先生，以前我同看片，嗰多年嚟看，啊，伊呢就嘅6年8年嘅時間。為做研辦嘅，去創業。啊，因為一直以來，伊哋都會嘅早晨調倉。啊，我哋以前做調查嘅時間唔啲，嗰度8點鐘開始創，所以我哋起嘅時間都起唔到。嗰日伊哋講我哋4點鐘來創業呢，啊，佢講嚇4點鐘，我哋2點來。啊，有班啊就5點就起嘅。啊，伊哋真係就嘅創業。啊，唔過伊哋創業係伊哋去間拿研辦嘅做好嘅。一份編好嘅，伊呢自家創業創啊就做嘅，個時間都有人來拿嘅，所以一次伊就慢慢個少年，啊今年伊呢就會群眾嘛支持，所以呢他趕緊就向下做研辦嘅，做嘅就他趕緊向下創業，變得今年嘅研辦嘅青島嘅。可是對於啲文化調查來講嘅話，其實伊啲群眾地步嘅指點嘛，係代表有一定年頭地步也群眾人嘅神法都係嗰樣嘅。尤其下我哋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咯。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電台文同人講一年地步嘅聯絡會發生嘅一啲指點也有儀式。我想問下台文係咪以前係聯絡人，嗰時我對聯絡嘅風俗啦，呢個東西佢有興趣啊？嘛係啦，唔過我哋咪話會去拍啲
向嘛可以看创业。讲到创业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提讲，其实我哋做企业有世界有的几点，譬如讲开笔啊，嗰度其实係唔分樣細模一看。好，尤其係講，如果係做一種學識的記錄，有時冇幫人去翕相，咁唔會杜斷嘅問題。會啊，毋過我哋更加像唱歌咁好，伊飛係也可以。唔可以去嘅，所以細妹嘛可以去。係啊，因為好多人講睇展望講可以翕相啦，啲嘅，我都想講，展望講咩有幾時節的，我哋講太明細，我認為講，即個可以翕相啊。啊，毋過有北美有我問啊，佢講細妹有清腔冇？啊講哦，個清腔哦，所以佢講哦好啦，啊冇行入去哦，我冇。嗰時其實對我哋做以前嘅傳統文化來講嘅話，其實細妹嘅研究人講細妹研究嘅事情來講，有一啲天生嘅一啲我哋講限制啦，因為嗰度嘅理學其實早期係唔希望細妹嘅一集權嘅，但是而家時代個轉變咧，有嘅嗰度細妹其實伊對一項事情係過有興趣嘅嘛，伊對一項事情咪過有太貢獻，嗰時慢慢地有啲會理識啦，後我開始會接觸到，開始用細妹去開始去。記錄翕相，冇做其他方面嘅。嗰時而家對人來講嘅話，其實係開始以行一件事情，去記錄一個事情，都唔係講一啲個困難嘅事情。我自家有時間嘛，我感覺去訪問啊翕相嘅時間，咪我個緊張，所以我自家嘛會有一個界限啦，對，所以我自家會提講我要行到哪嘅，有時冇方便啊，就會請。派啲細嚟去翕相嘅。但係我同我哋開始講，其實而家聯絡上，我冇講聯絡上啦，其實我哋而家傳統慢慢咁樣，好聯絡上主要係我哋客家嘅人口未到最高嘅象徵，但是嘛有好多人啊，好嘛有好多人講到嘅啲日支持佢對北部移民還有北客啊，還有我哋呢幾十年開始用我哋台灣嘅泰沙飛嘅新移民，咁因為講一對外來嘅移民來講嘅話。對我哋本地嘅連儂客家傳統文化有影響到，我都要產生乜個冇可能改變。其實我感覺很好嘅，因為因為北部客人來到連儂時節，因為有自家喺個地方，因為自家喺鄉下，不過因為喺有一啲問題就係因為嘅自家本種人嘅苗鄉創業時節，有遇到一些冇個好嘅影響。所以呢，更加自家會給呢自家北講下，就係環保、氣保、拜神殿一條。所以對伊呢來講，伊呢嘛冇個太影響，不過伊呢本來呢影響嗰度。因為伊呢變得慢慢地同人哋鄉下拜都差唔多咧。嗰時都變成講，那當時喺度北客人當初做乜話下來嘛？因為伊講伊呢冬天時節，伊呢山風冇水，苗栗山風冇水，所以伊呢就會來到南部，香港嘅有啲好嘅天氣，佢生活較個好啊，所以就來到連儂。不過來到連儂時節，結果買嘅天氣係河壩天，河壩天嘅時節邊呢，伊呢有4年、5年以上嘅時間都給養殺頭，開奶。改良土質，所以因為其實下來嘛個辛苦啦，但至少下來嘛係客家種啦，即係風俗嗰條地方其實雖然講花西唔係講有些唔係講鬼同，但是風俗嗰度還是共用嘅啦。但新移民對我哋呢聯絡我哋呢客家種嚟講嘅話，有乜個影響冇得講改變？其實啊，感覺新移民對我哋聯絡改變嘛冇個太咧，因為因為平常有嘅嘛去實投入，所以。也咁樣講做嘛，可能就停頓咗，冇就會送勞工出來，因為嘛路卡無限，所以伊呢有嘅嘛個銷出來都也長數嘅。跟從人來講嘅話，比如講而家客家文化算是我哋而家慢慢睇膚淺嘅一啲文化來講嘅話，唔知個意味講客家文化對於動態意義係乜嘢咯？有乜？唔知個意味講保留啲客家文化有幾重要嚇？啊，感覺對我來講嘅話，我感覺保留客家文化同創業一條事情，冇路卡嘅嗰度創業事情，就係對我嘅阿公阿婆，還有老人家嘅一種故事嘅傳承。所以我感覺留下來就係一個記憶，
那这个记忆就是让后面的人要研究的时候，他可以做到，他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发想的点，这样子。可是回到我哋节目一开始，问到有问题讲，几多人强人唔会做复数？也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讲，你想讲，英语你讲有啲东西唔係乜嘅，唔係乜嘅复数。當然，我哋以前會有复數啊，有一啲制度，當然係同我哋嗰時節嘅生活嘅環境啊，你嘅經濟條件有關係。嗰時你一年會一定人輪流，一定人嚟做复數。可是近間人強有冇做复數，可能都真係都唔係講，有啲制度都係有乜嘅意義。尤其係講唔係制度冇意義，係制度對伊來講冇意義。但唔像近間嘛，所以啲人強嘢，唔能讓我去吞下啲啊，能講強逼嘅人講，复數一件事情，其實對我哋客家文化都有意義。我哋有時間會去學校嘅，做介紹領導、介紹复數、介紹嗰度嘅基點。我哋都會同細人講，下擺同阿公阿婆出來學，請伯公、送伯公，保佑佢會讀書。所以我哋會用嘅方式同細人講，細人會去影響睇人嘅。算咪情緒勒索？也算啦，對啊。不過像我哋盧卡發，因為我哥哥嘅高雄客，伊其實對呢事情唔會感覺過重要。不過我爸爸過身以後，我哋廠務工咩行嘅复數就會我哥哥做，我媽媽又問講，可以細妹做冇？伊講冇人細妹做，人妹唔可以啦。伊講嚇係哦。就我來命，我妹會聽書啦，所以我哋更加沙皮就會別人講，都係細妹會去聽書，媽媽講嘅就會去聽書，細來就講，我唔愛，我去上班個課啊，我唔去，唔過有嘅就係爸爸會做糧嘅，爸爸就屯來做嘅。嗰個等於講文化傳承嘅一部分還是繼續在行，比如講也還是傳播人家哥哥，但是聽書嘅部分，如娘係做義啦，但是聽書嘅部分都唔入邊來負責。但對於唔錯講，係咪啲新人嘅做夢去屯記得屯阿公阿婆叫我去創業哦，叫我拜伯公哦，會部分好多數是冇所謂，還有一種像情緒，算是有勒索之類的那種東西。但是除了壓以外，你這個因為講我屯到阿公阿婆去創業，唔會因為講你喺屯新人留下來嘛嘅影響啊。人家家庭成發別輩啊，都係小家庭，都係爸爸嗰個生意咧。嗰時候有阿公阿婆供下吃，有供下吃咧，真係我感覺佢幸福嘅。所以有時就感覺發通係咪可以帶動，就會感情會感覺好，會有多加認識這樣子。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反思考啦。當然我哋啲家庭個困難，不過我哋就會啲學校開始。我哋都同學校講，係咪講，下擺晚課請伯公，昨夜15請伯公，直接請細人搶下來，學校附近嘅伯公搶下來搶，比人哋講，搶伯公係嘛嘅，對我哋生活有嘛冇共樣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啦，對。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睇晚些時節，可能都還是喺咧睇我哋咧中度嘅地方啦。但是喺度睇時節，因為愛去都市生活，可以工作，嗰時候我哋都離開我哋嘅都市鎮。但是今日談到我哋咧台灣咧講一件事情，對一年到但我哋咧鄉鎮地方會發生乜嘢事情？我想問下台灣哦，從頭到一年到但生意上嘅、米上嘅，大部分都有啲發通。你這個嘛喺咧聽我哋咧聯絡鄉地方，每一張嘢都有人發通，對你來講，人哋發通係呈現出一種乜嘅文化嘅一種樣貌，我講文化意義啦。每擺去就會看到有啲老人家同你聊聊天、說說話，哈啦哈啦，對你來講係你感覺過快樂嘅。有時間談對你生命嘅故事，對我來講嘅話就會一種鼓舞吧。就是讓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對，就不會迷失在這個茫茫人海裡面，就會感覺我個幸福至少對你來講，話你生活地方話有一道對以前我哋祖先留下來嘅嗰種指點，還有儀式，還有一道我哋咧睇人來，嗰種嘢一出體也會聯絡種地方。但對未來呢？唔知個希望講喺擺研究啦，冇得採訪啦，冇得唔知個關注嘅。這方向除了聯絡上以外，
我能讲，我扩太多我哋六队其他地区无？时间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啊。都去别的地方看看，就会无同样的事情会出来。所以对一次伊就给领导而言，去看别的地方，我感觉更新鲜。再过来看一家领导，又感觉无同样。对啊，还是六队啊。怎么我因为对领导跟人讲看其他，我感觉更新鲜。譬如讲，你某个同事更新鲜。就像我哋有摆去新北看南丰村，去看伊个正月15吧。所以你去看的时间，伊哋有做个看完。看完。哦。对我哋来讲，我哋一向都无啊，面拢嗰向嘛，嗰向无吧。系啊，系啊，所以我哋看到的时间，煮的内创来做一条东西，做人，做动物，做可以惟妙惟肖，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这样，而且它有它的典故，这样子。可是唔单止，如果虽然我哋讲喺我哋南部客家用了六队，但是其实六队里边还是有唔同样一种文化表现的。我感觉乡屯乡比不就讲的话就无同样，像我哋前队有两个乡嘛，我哋屯从之讲的客话又是西法讲的都无同样，就会无同样啊，就会感觉一下就会转弯的感觉无同样。不管时间用的行外人有某个从属共用外人的象征的地位，但是外人的客家文化还是继续停留外的时间，继续在行。到好彩有像台湾的人去记录，也为文化转变同文化为一个保留。今日各位感谢台湾罗岛的现场同人分享安多林乐乡的传统文化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客家，欢迎让他今日来到林乐时间来幼儿园来行了，看看无同样的地方，多谢。有时下我大家听下来，先下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今日欣赏要教的是亲子瑜伽，大朋友、小朋友欣赏了有请人同下做瑜伽哦。人呢运动呢简单又好记，请人放起来，团人来做瑜伽的哦。人呢小朋友阿金，今日来当示范小老师哦。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人同来做暖身运动哦。好，两只脚打开来，好，手伸出去，好，弓箭步，好，再数过来，好，伸出去，数过来，伸出去，拉出去，放重来，过去，再数过来，弓箭步过去，好，弓箭步回来。放松的身体，好，来弯片，好，弯片放出去，再数过来，好，慢慢的数过来，两只手，好，做一个扭转。放松，好，面对面，好，手看手可以轻声音的哦，同手看手哦，好，左右一做扭动。训练身体的协调，也可以增加的亲子互动哦。好，来练平衡哦。好，你先脚伸出去，好，1、2、3、4、5、6、7、8、
8、9、10，哦，厉害哟！文爱的哟，哈，阮太年的莫输跟生日的哟。好，啊扶好我哈，莫本来忘倒的哟。甲生日呢，扶好阿公阿婆，阿公阿婆吞阿做，你听保护伊哦。好，如果係阿公阿婆啊建議哈，阿公阿婆可以擺生日的姜條，安尼甲佢問，哈，就可以1、2、3、4、5、6、7、8、9、10，安尼甲佢咪忘到哦，吼嘛佢問。啊，生日呢也因為咧平衡感，吼可以來訓練，來再擺。好，彎腳，好，現在換腳，好來走，1、2、3、4、5、6、7、8、9、10，哦，很棒哦。好，幫阿公阿婆同爸爸媽媽吼，睇年冇數本生日的哦，把女嘅揀條，好彎腳，1、2、3、4、5、6、7、8、9、10，好，兩隻手再看同下，第二背後仰，好數，好，那剛開始啊，能可以幫助生日的，好，腳打開來，好，慢慢的後仰，向後仰，後仰，好，慢慢的放起來，剛可以板呢，板動來，好，來後仰，好，大地前面玩，好，腿泡泡嘎。好，再來護大肩膀，好，護大肩膀，不用累嘅緊條，好，第二背延展，背讓佢伸出來喲，跳嗱，看，又可以延展嘅背。放起來，好，最尾嘅招式係豎式像薯條樣嘅，好，慢慢的腳練平衡，好，練平衡，好，你可以好，板輪嘅聲音呢，啊腳按壓咩嘢，腳趾條一片，好，先板輪椅，剛剛一起穩呢，好，嗱嚟。慢慢的伸上去，好，伸上去哦，好，可以板輪椅，必練平衡，可以的話，唔可能性也可以自己練平衡嘛，不用一隻手，不用兩隻手，慢慢的唔怕，可能性可以不用，哦，厲害，哦，很棒，好，不用下來。好，更加穩保護愛哦。等下我變大野人，才可能性愛的薯條會越來越希望，好嘛？好，太樹哎，長大咯。好，颱風咯，颱風停來，颱風吹，吹，大野人吹，我樹吹啊，呼，好，再擺來，大野人吹。哦，我看按摩到來到去，好，更加穩哦，換你哦，好，來試可能性哈，好，來樹式，來小樹長大，好，我是大野狼，要把你吹倒咯，呼，沒有倒誒，好，再一擺哦，呼，快倒了嗎？沒有。倒了，沒關係，你很厲害，冇倒下來，好，不用下來。啊，你用個薯條是可能性，好冇？兩個一起長大哦，哈，看誰先倒哦，先倒哦，哈，來，小樹跟大樹要長大了。觀眾朋友，按你來比賽哦，看萬人可以起個叫哦，冇倒下來哦。按人來
屯观众朋友当大野狼腿踹下去，好冇？看那些观众朋友有吹倒吗？好冇？好啦，1、2、3，呼，有没有被我们吹倒啊？再一次，1、2、3，呼，有被我们吹倒吗？好，观众朋友问了哦，把我们吹倒哦。好，慢慢的长大。好，吹倒了没？帮我们吹，没有倒，对不对？好，俺来囤几个泡泡树。好，来呼啦，再一把，拿来呼吸咯，提来通走。好，可以囤小朋友通哈。看电视的时间，你可以运动的哦。好，单脚哈上去，好往后踢，好，摸到哦，1、2、3、4、5、6、7、8、9、10，好，往外哦。警告我也要来挑战，后退一点，好，来，1、2、3、4、5、6、7、8、9、10，好，今天动作还蛮向后仰，来向后仰哦，反后哦。慢慢的放起来，再摆向后仰，好，放起来，好，第前面往下去，因为向后仰完，我们要往前去缓和一下，好，不要让泡泡噶，好，慢慢的圆背放起来。好，再来互搭肩膀的数，好，搭你的肩膀，好，向后，不要弄个车的哦。好，慢慢的放起来。好，再来还竖式，我先吹你好吗？好，来竖。好，塞薯条，长高，脚打开，再伸车，好，不用喊哦，不用输的哦，1、2、3，大野狼，呜，没有吹倒哦，听一摆哦，呜，第2次还没有吹倒哦，哦是。猪小弟的房子一样哦，很坚固哦。来，没有吹倒，很棒。阿伯妈妈哦哈，好，我很爱用力吹哦。好，开薯条，好，用力吹一次，来。哦，没有，哦，没有。2个都很棒，大家都很棒。来，这个拍手，今日通照呢，好不好吗？好不好呀？哈，好高吗？好高哈！来，阿南，好好运动，下次咱来聊。